转型正义对语言做起。转型正义就是民主国家对过去独裁政府所实施的违法甲无正义的行为，做出弥补的一种做法。通常有司法、历史、行政、宪法、赔偿这几个面向。不过，我发觉咱即摆咧话的转型正义，哪像无讲到语言的转型正义，所以伫遮我要特别提出来讨论。大家拢知影，伫国民党政府的戒严统治下面，台湾的本土语言，不管是原住民国族语、客语，也是台语，遭受到强烈的打压。伫学校里，用罚钱、罚车、挂狗牌仔的方式，禁止学生讲母语。伫社会上，限制电视、电台用本土语言放送的时间，本土语言的戏剧嘛受到限制。即使有用华语演布袋戏、甲歌仔戏这种喊鼓的代志，搁限制台语歌曲播送的数量。这对语言环境的压制，到今也未受到一个人的讨论甲关心，这是咱特别爱注意的。刷来要讲，为什么转型正义对语言做起？台湾的本土语言到即阵有灭绝甲断暂的危机，人口上少的少族，听讲剩无10个人会晓家己的母语。就算是使用人口上济的台语，40岁以下的少年人已经真少人咧讲台语啊。20岁以下的学生根本都毋捌听到因用台语咧对话。根据语言学家的推测，搁经过30年，咱的社会就听袂到台语啊。因为即马50、60岁以上会晓讲台语的人，死到已经8、90岁。嘛死甲差不多啊，剩落来会晓讲的，嘛找无人通听。语言的消失，毋是人的死亡尔，是规个民族的消灭。人讲无语言就无文化，无文化就无民族。这毋那是台湾的不幸，嘛是全世界、全人类的灾厄。语言的转型正义。是甲时间咧相拼，看是挽救的速度较紧，也是流失的速度较紧。咱大家拢正拍拼来救母语，也无一定拼会赢流失的速度。何况，即马咱也看袂到政府伫语言的转型正义顶面有虾米积极的作为，真正互人切心甲愤慨。歹命囝无理想的权利。咱毋茫共心的友志做伙徛起来，发挥每一个人的影响力，去影响身躯边的人。大家拢来挽救母语，搁着强烈监督政府，爱因提出复振母语的目标甲进度，互咱一项一项来追踪，安尼才有进展甲成果。我对母语复振的理想目标。尚无爱承咱伫战前1945年的台语能力，请大家做伙来拍拼。